道，仁义不施，苛政猛于怒涛，尤胜骄杀。今日科目是策问，诸位在策问中务必以论时政为要，望诸士子放开胸怀，急而言之，明见主君。议论偷抄者逐出考场，试卷不解者不予审卷。策问需在半个时辰之内完成，拖延者视为放弃。现在开始。朱税是陛下的旨意，交不出就卖了当奴隶。谁要是反抗，那就是造反。越州东有交海，方圆不过100里，海中有鲛人，水居如鱼。其眼气，则能出珠。有鲛鲨为鲛人护卫，嗅血气则狂，其狂时可视小舟。既设诸税，地方官吏逢迎上议，所诸苛酷。诸民所采，不敷上贡，则以绳索系小儿腰坠海，引鲛人扶上，随即扼杀小儿。鲛人秉性慈柔，每为垂泪，见风遂成明珠，夜中有光。昔者无父死于鲛杀，月余邻村之人又死焉。东南诸道府惨状更甚之，年年人死，岁岁欠诛。人为猪死，猪比人贵，何也？君无道，仁义不施，苛政猛于怒涛，尤胜骄杀。大人，我写好了。这么快？好，你可以离开了。